店鋪。呢篇文其實係1975年11月寫嘅，原先刊登喺《大拇指週報》。篇文反映嘅梗係上世紀70年代中期嘅香港啦。好多文學作品都中意故弄玄虛，懶係高深咁，用埋晒啲心字去講啲顯淺道理。西西嘅作品就冇呢支歌仔唱，冇呢種情況。店鋪寫嘅係舊時香港見慣見熟嘅街景，令讀者諗返起好耐無試過嘅行街樂趣。間間鋪頭都唔一樣。西西話：我哋見到好多鋪，冇一間係相同嘅，佢哋一齊生存喺一條街上面，變成一種秩序。我哋一邊睇鋪頭個樣，一邊研究佢哋嘅內容，就係因為間間鋪都咁唔同，先至令到遊人有心機去行街嘛。今時今日，行喺啲大商場入面，見到嘅鋪頭全部都係一模一樣，倒模咁。大型連鎖商鋪、餐廳、百貨公司、超級市場，喺商場入面真係分唔清自己係喺銅鑼灣、旺角、九龍塘定係沙田咯。作為一個有遠見嘅本地作家，西西一早就估到會咁。當大街上開滿晒百貨公司同超級市場，我哋會喺巨大玻璃嘅倒影入面，見到一啲古老又得意、充滿民族色彩嘅鋪頭慢慢消失緊。西西筆下嘅藥材鋪、做玻璃鏡嘅、賣檀香嘅、茶葉鋪，間間都有佢自己嘅特色，各有各唔同，咁先至係鋪頭特色㗎嘛。呢樣嘢係百貨公司同超級市場點都做唔到嘅。唔該，先聽以下內容。那些古老而有趣的店鋪，充滿傳奇的色彩，我們決定去看看它們。我們步過那些寬闊的玻璃窗櫥，裡面有光線柔和協調的照明，以及季節使它們不斷變更的陳設。然後我們轉入曲折的小巷，在陌生但感覺親切的樓房底下到處找尋。偏僻的小街上，電車的鈴聲遠了，我們聽見學托的木頭車搖過。街道的角落隨意堆放着曾踏的空籮和廢棄的紙盒，牆邊靠着擔挑和繩，偶然有一輛人力車泊在行人道上打盹。在這些街道上，肩上搭着布條的苦力蹲着進食，穿圍裙的婦人在捲煙，果攤上撐着雨傘，一名和尚提着一束白菜走過。街道是狹窄的，道路烏黑而且潮濕，道旁的建築物顯示出年代的風霜，在樓板和泥牆之間，古老的傳統在逐漸消失。是電梯的發明，使這些屋子提早老去。不如用比較口語化的方法再聽這段文字一次。嗰啲古老又得意嘅鋪頭，好似充滿傳奇色彩咁，所以我哋決定去睇下。我哋行過嗰啲大大個嘅玻璃櫥窗，入面啲燈光打得好柔和，好舒服，啲陳設仲會跟住季節係咁轉款添。之後我哋就轉入去啲彎彎曲曲嘅小巷，喺嗰啲雖然生保，但感覺又好親切嘅舊樓下面周圍揾。喺呢啲偏僻嘅細街道，已經聽唔到電車聲啦，淨係聽到啲木頭車落踱咁搖過。街角嗰度亂咁堆咗一沓沓嘅吉羅同埋唔要嘅紙皮盒，牆邊靠住啲擔挑同繩，間唔中仲見到架人力車泊喺行人路度瞌眼瞓。喺呢啲街道，膊頭搭住條汗巾嘅咕喱踎喺度食飯，着住圍裙嘅女人喺度捲煙仔，生果檔撐起把遮，仲有個和尚拎住揸白菜行過。條街好窄，條路污卒卒又濕濕立立咁。路邊啲樓睇落飽歷風霜，喺啲舊樓板同泥牆之間，古老嘅傳統慢慢消失緊。就係因為發明咗 lift，令到呢啲舊屋好似老得特別快咁。文章入面有邊啲聽覺描寫呢？西西主要寫電車鈴聲、木頭車聲，例子有偏僻的小街上，電車的鈴聲遠了，我們聽見學托的木頭車搖過。大家在讀西西店鋪這段時，有沒有發現他的聲音運用得特別巧妙？他就像一位電影導演，用耳朵帶着我們走位。首先，我們來看一個鏡頭的推拉。西西寫道：電車的鈴聲遠了，這句話很簡單，但效果很強。試想一下，當你聽到背後的喧囂聲越來越少，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你正一步步遠離繁華，走進未知的深巷。
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轉場，用聲音的淡出，讓我們的心理節奏慢下來。接着，新的聲音進來了。電車沒了，我們聽到了什麼？是學托學托的木頭車聲。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。如果說電車代表着快速的現代都市，那麼這輛慢吞吞的木頭車就是舊時代的象徵。聲音一換，我們就穿越了。最後，跟住落嚟，我想同大家睇一個好有意思嘅對比，就係西西點樣用兩架車去講兩個時代嘅故事。首先出場嘅係電車，大家諗下電車係點樣㗎？佢用電，係機械運作嘅，行得好快，好有規律。所以電車喺度其實係代表緊現代都市，佢象徵住社會嘅進步同埋效率。當你聽到電車聲，你就知道自己身處喺一個講求速度嘅繁華世界。但係當作者行入小巷之後，電車聲無咗，換嚟嘅係木頭車。呢個對比就大咯。木頭車係點㗎？佢無電㗎，純粹靠人力去推，佢係手工做嘅，行起上嚟慢吞吞，仲會發出嗰種好原始嘅木頭聲。如果話電車係現代，咁木頭車就係舊時代嘅象徵。佢代表住一種傳統嘅生活節奏，但係喺今時今日睇落，就難免有種滯後，好似跟唔上時代嘅感覺。西西就係咁樣，用一架快嘅車同一架慢嘅車，將現代同傳統擺埋一齊俾你看，令你感覺到嗰種新舊交替嘅無奈。